利用手机程式 APP 大声朗读 APP 来录《三国志》，从第20页，这算第20页，关羽、王圭、刘备这边开始录。关羽、王圭、刘备。8月，少连营稍前，伊沙、魏屯，东西数十里。公义分营与相当，合战不利。1. 时工兵不满万，伤者12、3。2. 少复近临官渡，其土山地道，公义于内作之，以相应。少设营中，始如雨下，行者皆蒙损，大惧。时公粮少，与荀彧书，意欲还许。彧以为少西据官渡，欲与公决胜败。公以至若当至强，若不能至，必为所成，是天下之大机也。且少不依之雄耳，能聚人而不能用。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辅以大顺，何相而不济？公从之。注1与早齿汉晋春秋曰：许攸说少曰，公无与操相攻也。即分诸君持之，而尽从他道迎天子，则是利计矣。少不从，曰：吾要当先为取之。忧怒。注2陈松之以为魏武初起兵，已有5000，自后百战百胜，败者12、3而已矣。但一破黄金，受降卒30余万，余所吞并，不可希计，虽征战损伤，未应如此之少也。夫结营相守，亦于摧锋决战。本纪云：少10余万，屯营东西数十里。魏太祖虽机变无方，略不世出，安有以数千之兵，而得于时相抗者哉？以理而言，切谓不然。少尉屯数十里，公能分营与相当，此兵不得甚少，亦也。少若有10倍之，理应当悉力为首，使出入断绝，而公使徐晃等及其运车，公又自出及淳于琼等，扬经往还，曾无抵合，明少力不能治，是不得甚少，二也。诸书皆云公坑少8万，或云7万。夫8万人奔散，非8000人所能服，而少之大，皆拱手就路，何原力能治之？是不得披击。甚少，三也。将计数者欲以少见其，非其实路也。暗中犹传云，公与少相持，犹未私利，送马2000余匹以给君。本纪即是与并云公时有其600余匹，有马未安在哉？孙策闻公与少相持，乃谋袭许，未发，为刺客所杀。汝南将贼刘辟等叛应少，略许下。少使刘备助辟，公使曹仁急破之。备走，遂破辟屯。袁绍运谷车数千乘至，公用荀攸计遣徐晃，使浣腰急，大破之，尽烧其车。公与少相距连月，虽比战斩将，然少粮尽，士卒疲乏。公谓运者曰：却15日为汝破少，不负劳汝矣。双引号。冬10月，少遣车运谷，使淳于琼等5人将兵万余人送之，宿少营北40里。少谋臣许攸贪财，少不能足，来奔，因说公及琼等。左右疑之，荀攸、贾诩劝公。公乃留曹洪守，自江部骑5000人夜往，会明至。琼等望见公兵少，出城门外。公急之，琼退保营，遂攻之。少遣其救琼。左右或言，贼其稍近，请分兵拒之。公怒曰：贼在背后，乃白。士卒皆殊死战，大破琼等，皆斩之。少初闻公之及琼，谓长子谈曰：就比公琼等，吾公拔其营，彼故无所归矣。乃使张合、高览公曹洪。何等闻琼破，遂来将。少大溃，少及谭弃军走渡河。追之不及，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，虏其。公收少书中，得许下及军中人书，皆焚之。
3. 冀州诸郡多举成义将者。注：一、曹瞒传曰：公闻忧来，显出迎之。府长笑曰：子清远，子远，清来，无事计矣。既入座，谓公曰：元氏君盛，何以待之？今有几粮乎？公曰：尚可知1岁。忧曰：无事，更言之。又曰：可知半岁。忧曰：足披击。下不欲破元氏邪？何言之不实也？公曰：相言戏之耳。其实可1月，谓之奈何？忧曰：公孤军独守，外无救援而粮谷已尽，此危急之日也。今元氏辎重有万余乘，在故事乌巢屯军无言备，今以轻兵袭之，不翼而至，凡其积聚，不过3日，元氏自败也。公大喜，乃选精锐不齐，皆用援军旗帜，衔枚伏马口，夜从间道出，人报数心。所历道有问者，与之曰：元公恐曹操超略后军，遣兵以易备。闻者信以为然，皆自若。既至，围屯，大放火，营中惊乱。大破之，尽凡其粮谷宝货，斩都江虽元尽，其都韩举子、吕威煌、赵睿等守，歌德将军淳于仲剪鼻，未死，杀士卒1000余人，皆取鼻。牛马歌唇舌，以示少军。将士皆答句。时有夜得仲简，将以一麾下。公谓曰：何谓如是？仲简曰：胜负自天，何用慰问乎？公意欲不杀。许攸曰：明旦见于境，此亦不忘人。乃杀之。注：2. 献帝起居注曰：公上言，大将军叶侯袁绍前与冀州牧韩复立故大司马刘虞，客作金玺，遣故任长臂于一隅，未说命禄之数。右少与陈书云：可都鄄城，当有所立。善铸金银印，孝廉季历，皆往诣少。从帝既因太守序与少书云：今海内丧败，天意实在我家，神应有征，当在尊兄。南兄臣下御史即位，南兄言：以年则北兄长，以位则北兄重。便欲送喜，会曹操断道。少宗族累世受国重恩，而兄逆无道，乃至于此。折勒兵马，与战官渡，乘胜朝之威，得斩少大将淳于琼等8人首，遂大破溃。少与子谭轻身迸走，凡斩首7万余级，辎重财物俱溢。双引号。注：3. 魏氏春秋曰：公云，当少之强，孤犹不能自保，而况人乎？双引号。披击。初，桓帝时有黄兴见于主，宋之分，辽东阴葵葵，古葵字，见三仓。善天文，言后50岁当有真人起于梁，沛之间，其风不可当。至是凡50年，而公破少，天下莫敌矣。6年夏4月，杨兵河上，及少仓亭军，破之。少归，复收散卒，公定诸叛郡县。9月，攻海许。少之未破也，使刘备略汝南，汝南贼共都等应之。遣蔡阳及都，不利，魏都所破。公南征备，备闻公自行，走奔刘表，都等皆散。7年春正月，攻军桥，令曰：吾起义兵，为天下除暴乱。旧土人民，死丧略尽。国中终日行，不见所事，使无期创伤怀。其举义兵以来，将士绝无后者，求其亲戚以后之，授土田，官给耕牛，治学师以教之。未存者立庙，使祀其先人，昏而有灵，500年之后何恨哉？遂至郡夷，至徽阳渠，前时以太牢4桥悬。1. 进军官渡。注：1. 褒赏令宰公4文曰：过太尉乔公，但夫明德，泛爱伯荣。国念明训，是司令模。灵忧体义，渺哉奚矣。吾以幼年，待升堂试，特以完笔之资，为大君子所纳。曾荣一官，皆有奖著。由仲尼称不如颜渊，李生之后叹贾父。是死之己，怀此无望。又承从容约士之言，卒世之后，
又承从容约氏之言，卒世之后，路有经由，不以斗酒止饥过香墨类，车过3步，腹痛勿怪。虽临时戏笑之言，非至亲之独好，胡肯为此辞乎？匪为灵愤，能以己急，怀旧为故，念之凄怆。奉命东征，屯自乡里，北望贵土，乃新陵墓。才至宝殿，攻其上享。双引号。少自军破后，发病呕血，下5月死。小子上代，谭自号车骑将军，屯黎阳。秋9月，攻征之，连战。谭上述败退，固守。披击。8年春3月，攻齐郭，乃出战，即大破之。谭上夜遁。夏4月，进军邺。5月海许，留甲信屯黎阳。即有令曰：司马法将军死虽一，故赵括之母岂不作括？是古之将者，君破于外，而加受罪于内也。自命将征行，但赏功而不罚罪，非国典也。其令诸将出征，败军者抵罪，失利者免官爵。2注1，魏书曰：虽阙也。有前1尺，无阙1寸。注2，魏书载更申令曰：义者或以军力虽有功能，德性不足堪任郡国之选。所谓可与士道，未可与权。管仲曰：使贤者10余能则上尊，斗士10余功则足轻于死，二者摄于国则天下治。未闻无能之人，不斗之士，并受禄赏，而可以立功兴国者也。故明君不观无功之臣，不赏不战之士，治平上德行，有事赏功能。论者之言，疑似管窥虎鱼。秋7月，令曰：丧乱以来，时有5年，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，无甚伤之。其令郡国各修文学，献蛮500户至校官，选其乡之郡造而教学之，庶积先王之道不废，而有以益于天下。8月，攻征刘表，军西平。攻之去邺而南也。谭上征冀州，谭魏上所败，走保平原。上攻之急，谭遣新皮起将请救。诸将皆疑，荀攸劝攻许之。1攻乃引军还。冬10月，到黎阳，魏子整与谭结婚。2上闻攻北，乃是平原还业。东平吕旷，吕降叛上，屯阳平，律其将，封魏列侯。3注1，魏书曰：公云，我攻吕布，表不畏寇，官渡之意，不救袁绍，此自守之贼也，宜为后图。谭上狡猾，当成其乱，纵谭侠诈，不忠戍守，使我破上，偏收其地，利自多矣。披击，乃许之。注2，陈松之案，少死至此，过周5月耳。谭虽出后岐伯，不为少服3年，而余在之内以行己礼，备矣。魏武或以权以与之约言，今云结婚，未必便以此年成礼。注3，魏书曰：谭之为解，因以将军印绶驾况。况受印送之，公曰：我故知谭之有小计也。欲使我攻上，得以其贤略民惧，上之破，可得自强以成我弊也。上破我胜，何必之成乎？双引号。9年春正月，济河鄂其水入白沟以通粮道。2月，上复攻谭，刘苏游、沈沛守邺。攻进军到环水，游将。既至，攻邺，魏土山地道。武安长引凯屯毛城，通上党粮道。夏4月，刘曹洪攻邺，公自将其凯破之而还。上将局鼓守邯郸，1又即拔之。益阳令韩范设长梁齐举县将，赐爵关内侯。5月，回土山地道，作为绝漳水灌城，城中饿死者过半。秋7月，上还就业，诸将皆以为此归师，人自未战，不如避之。公曰：上从大道来，当避之；若循西山来者，此诚擒耳。上果循西山来，临涪水未迎。
2. 夜遣兵犯围，攻逆急迫走之，遂为其营。为何？上句遣，故豫州刺史殷奎及陈琳起将，攻不许，未为一急。上夜遁，保岐山，追击之。其将马延、张仪等临陈将，大溃，上走中山。尽获其辎重，得上印绶节钺，使上将人视其家，城中崩举。8月，沈沛兄子荣业开所守城东门内兵。沛逆战，败，生擒沛，斩之，夜定。攻临寺少墓，哭之流涕，慰劳少妻，还其家人宝物，四杂增序，领食之。3. 注1举殷居，何硕贤今有此信。古举寿子也。注2曹瞒传曰，前后者数部前后参之，皆曰定从西道披击。已在邯郸，公大喜，会诸将曰：孤以得冀州，诸君知之乎？皆曰不知。公曰：诸君方见不久也。双引号。注3孙胜云：习者先王之谓诸赏也，将以惩恶劝善，永彰见戒。少因事兼为，遂怀逆谋，上以神器，下干国计。建设屋宅，古之治也，而乃尽哀于逆臣之，加恩于饕餮之事，为政之道，于斯治矣。夫逆愿有人，前者所耻，税参就管，亦无虚替，苟道乖好爵，何哭之有？其汉高失之于相士，魏武尊谬于此举，岂非百虑之一失也？初，少与公共起兵，少问公曰：若是不及，则方面何所可惧？公曰：足下亦以为何如？少曰：吾南拒河，北阻燕，代兼容敌之，南向以争天下，庶可以计乎？公曰：吾任天下之治理，以道御之，无所不可。注1父子曰：太祖又云，汤武之王，岂同土哉？若以显故未资，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。9月，令曰：河北梨园氏之难，其令无出今年租赋。崇豪强兼并之法，百姓喜悦。天子以公领冀州牧，公让海兖州。注1魏书载公令曰：有国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元氏之治也，使豪强擅自，亲戚兼并，下民贫弱，代出租赋，炫欲家财，不足应命。审配宗族，至乃藏匿罪人，为不讨主。欲望百姓亲附，甲兵强盛，岂可得邪？其收披击，田租母4生，户出券2匹，民2斤而已，他不得善兴发。郡国守乡民检察之，无令强民有所隐藏，而若民兼附也。公之为业也，谭略取甘陵、安平、渤海、河间。上拜还中山，谭公之，上奔固安，遂并齐。公疑谭书，则以父曰：与之绝婚，女孩，然后进军。谭据，拔平原，走保南皮。12月，攻入平原，略定诸县。10年春正月，攻谭，破之，斩谭，诛其妻子，冀州平。下令曰：其与袁氏同恶者，与之更始。令民不得负私仇，尽厚葬，皆议之于法。是月，袁西大将交处，张南等叛攻西、上、西，上奔3郡乌丸。处等举其县将，封为列侯。出讨谭时，民王追兵，2令不得将。亲之，王民有一门守者，公谓曰：听汝则为令，杀汝则诛首，归身自藏，无为利所获。民垂泣而去，后竟补得。注1魏书曰：公攻谭，但即日终不决，公乃自执府谷，士卒咸愤，应时破县。注2陈松之以为讨谭时，川渠水动，使民追兵以通船，民旦役而亡。夏4月，黑山贼张燕率其10余万将，封为列侯。故安赵独、霍奴等杀幽州刺史，涿郡太守。3郡乌丸攻先于府于广平。秋8月，攻征之、斩独等，乃渡路河救广平。
乌丸奔走出塞。注：一、续汉书郡国志曰广平，县名，属于阳郡。披击。9月，令曰阿党比州，先生所及也。闻冀州俗，父子异部，更相毁誉。其直不疑无兄，世人谓之道嫂。第五伯于三娶孤女，谓之窝妇翁。王凤善权，古勇比之深薄。王商忠义，张匡谓之左道。此皆以白为黑，欺天罔君者也。吾欲整其风俗，四者不除，无以为修。冬10月，公还夜。初，袁绍以升高干领并州牧，公之拔业，干将，遂以为刺史。干闻公讨乌丸，乃以州叛，直上党太守，举兵守湖关口。遣乐进、李典击之，干还守湖关城。11年春正月，公征干，干闻之，乃留其别将守城，走入匈奴，求救于单于，单于不受。公为湖关3月，拔之。干遂走荆州，上洛都豫王言不斩之。秋8月，公东征海贼管城，至淳于，遣乐进、李典击破之，乘走入海岛。割东海之相奔，谭期以一郎协，省昌绿郡。一注：一、魏书载10月以亥令曰：夫治世欲，建立辅弼，谢在面从，师称听用我谋，庶无大悔，斯时君臣恳恳之求也。吴充重任，每据师中，平年以来不闻家谋，岂无开言不勤之旧邪？自今以后，诸院属治中，别驾常以月旦各言其师，无将揽焉。双引号。三郡乌丸成天下乱，破幽州，略有汉民合10余万户。袁绍接力其求豪魏单于，以家人子为己女妻焉。辽西单于踏顿犹强，魏绍所后，故上兄弟归之，数入塞未害。公将征之，凿渠，子乎入孤水，孤阴孤。名平鲁渠，又从居河口居阴据。凿入陆河，名泉州渠，以通海。12月春2月，公自淳于海业。丁酉，令曰：吾起义兵诸暴乱，于今19年，所征必克，岂无功哉？乃贤士大夫之力披击也。天下虽未悉定，吾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，而专享其劳，吾何以安焉？其促定公行封。于是大封功臣20余人，皆为列侯，其余各以次受封。及父死士之孤，轻重各有差。一注：一、魏书载公令曰：袭赵奢、窦婴之魏将也，受赐千金，一朝散之，故能继承大功，永世留声。吾读其文，未尝不慕其为人也。与诸将士大夫共从容事，性爱贤人，不爱其谋，偶事不遗其力，是以显平乱，而无得窃大赏，户役3万。追思窦婴散金之意，今分所受租与诸将院属及故数余臣，蔡者数以酬答，劳不善大会也。宜差死士之孤，以租谷及之。若年因用足，租俸必入，将大禹、人悉共享之。江北征3郡乌丸，诸将皆曰：袁尚、王鲁尔，夷狄贪而无亲，岂能为上用？今深入征之，刘备必说刘表以袭许，万一未变，是不可悔。为国家策表必不能任备，劝公行。夏武用，至吴中。秋7月，大水，傍海道不通，田畴请为乡导，公从之。引军出卢龙塞，塞外道绝不通，乃欠山阴谷500余里，经白潭，历平冈，涉鲜卑亭，东直柳城。未至200里，卢乃知之。上、西与踏顿，辽西单于楼班，右北平单于能臣抵之等将数万骑逆军。8月，登白狼山，卒于鲁豫，甚盛。公车重在后，被夹者少，左右皆惧。公登高，望鲁臣不整，乃纵兵击之，使张辽为先锋，鲁大崩，斩踏顿及明王以下，胡汉将者20余万口。辽东单于速蒲丸及辽西，北平诸豪弃其种人，与上西奔辽东，上有数千骑。
初，辽东太守公孙康士远不服，即攻破乌丸，或说公遂征之，上兄弟可擒也。公曰：吾方使康斩宋上，西守不凡兵矣。9月，公引兵自柳城还，康即斩上，西即速蒲丸等，传其首。诸将或问公还而康斩披击。宋上、西何也？公曰：彼素未上等，吾及之则并立，缓之则自相图，其是然也。11月至易水，代郡乌丸行单于普复卢，上郡乌丸行单于那楼将其民王来贺。注：曹瞒传曰：时寒且旱，200里无复水，君又伐时，杀马数千匹以为粮，凿地入30余丈，乃得水。既还，苛问前见者，莫知其故，人人皆惧。公接后赏之，曰：孤前行，诚为以侥幸，虽得之，天所佐也，故不可以为常。诸君之见，万安之计，是以相赏，后物难言之。13年春正月，公还夜，作玄武池以益州师。汉罢3公官，至丞相、御史大夫。夏6月，以公为丞相。2注：1义以4反。3仓曰：义喜也。注2献帝起居注曰：使太常徐求即受印绶。御史大夫不领忠诚，至长史一人。先贤形状曰：求字、孟平、孟玉，广陵人。少履清爽，历朝正色。历任城、汝南、东海3郡，所在化行。被征当海，为袁术所劫。术建号，欲受以上公之位，求终不畏屈。术死后，求得术喜，至之汉朝，拜魏太常，公为丞相，以位让求焉。秋7月，公南征刘表。8月，表卒，其子从代屯襄阳，刘备屯樊。9月，公到新野，从遂将，备走下口。公进军江陵，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。乃论荆州服从之功，侯者15人，以刘表大将文聘为江夏太守，时同本兵，引用荆州名士韩松、邓毅等。益州牧刘璋使受征议，遣兵给军。12月，孙权为备攻合肥，公自江陵征备，至巴丘，遣张合救合肥。权闻合披击，至，乃走。公至赤壁，与备战，不利。于是大议，立士多死者，乃引军还。备遂有荆州、江南诸郡。2注：1横四体书是序曰：上古王嗣众善隶书，实为楷法。至灵帝好书，是多能者，尔师夷官未罪，甚今其能，美书折削焚其渣。梁古乃意为板而饮之酒，后其罪而窃其渣，古足以公书至选部尚书。于是公欲为洛阳令，古以为北部尉。古后依刘表，及荆州平，公募求古，古惧，自服一门，蜀军驾司马，使在秘书，以秦、乐、书自校。公常悬着帐中，即以钉壁玩之，未胜一官。古字孟黄，安定人，为宫殿题属，皆古书也。皇甫密议事传曰：汝南王喜，字子文，少尉范滂，许章所事，与南阳岑至善。公之谓不一，特爱喜，喜亦称公有治世之具。及袁绍与弟庶丧母，归葬汝南，喜与公会之，会者3万人。公于外密于喜曰：天下将乱，未乱魁者必此2人也。欲济天下，为百姓请命，不先诛此2子，乱今作矣。喜曰：如卿之言，济天下者，舍卿负谁？相对而笑。喜为人外敬而内明，不应州郡3府之命。公车征不到，必地居武陵，归喜者100余家。帝之都许，复征魏尚书，又不救。刘表见少强，因与少通，喜谓表曰：曹公，天下之雄也，必能兴霸道，既还，闻之功者也。今乃是近而救远，如有一朝之急，遥望漠北之救，不亦难乎？表不从。喜年64，以受终于武陵，公闻而哀伤。及平荆州，自临江迎丧，
改葬于江陵，表为先贤也。注二：山阳公载记曰：公传见未被所烧，引军从华容道不归，遇泥泞，道不通。天又大风，西使雷兵赴草田之，其乃得过。雷兵为人马所盗戒，陷泥中，死者甚。军既得出，公大喜。诸将问之，公曰：刘备无仇也。但得计少晚，向使早披击。放火，无徒无类矣。备寻意放火而无所及。孙胜一同评曰：按无志，刘备先破公军，然后全攻合肥，而此计云泉先攻合肥，后有赤壁之事。二者不同，无志未事。14年春3月，军至桥，作青州，至水军。秋7月，自涡入淮，出淝水，军合肥。辛未，令曰：自清以来，军数征行，或遇义气，历是死亡不归，家事怨旷，百姓流离，而仁者岂乐之哉？不得已也。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，现官务爵领，常立存续抚巡，以称无益。至扬州郡县长吏，开苕皮屯田。12月，军还桥。15年春，下令曰：自古受命及忠心之君，何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？及其得贤也，曾不出驴巷，岂幸相遇哉？上之人不求之耳。今天下尚未定，此特求贤之及时也。孟公绰未召，未老则忧，不可以为腾。薛大夫。若必连事而后可用，则其还其何以罢事？今天下得无有被贺怀玉而钓鱼为宾者乎？又得无道扫受金而为玉无知者乎？二三子其左我名扬色漏，唯才是举，无德而用之。东作铜雀台。注一魏武故事载公12月己亥令曰：孤时举孝廉，年少，自以本非言血之名之事，恐为海内人之所见繁愚，欲为一郡守，好作政教，以建立名誉，使世事民知之。故在济南，使除残去秽，平心选举，为武诸常事。以为强豪所奋，恐致家祸，故以并还。去官之后，年纪尚少，故是同岁中，年有50，未明未老，内自图之。从此却去20年，待天下清，乃与同岁中时局者等耳。故以40归乡里，于桥东50里筑经舍，欲秋夏读书，冬春涉猎，求底下之地，欲以泥水自闭，绝宾客往来之望，然不能得如意。后征魏都尉，迁点军校尉，亦遂更欲为国披击。家讨贼立功，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，然后题目道言，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，此其志也。而遭执董卓之难，兴举义兵。是时何兵能多得耳，然常自损，不欲多之，所以然者多兵易胜，与强敌争，倘更为祸始。故便水之战数千，后还到扬州更募，亦复不过3000人，此其本质有限也。后领兖州，破将黄金30万。又袁术建号于九江，下皆称臣，名门曰建号门，一被皆为天子之志，两父欲争为皇后。志既已定，人有劝术使遂即帝位，入布天下。答言：曹公尚在，未可也。后孤讨秦其4将，获其人，遂使术穷亡拮据，发病而死。及至袁绍据河北，兵势强盛，孤自度世，时不敌之，但既投死魏国，以义灭身，卒垂于后。幸而破绍，削其2子。又留表字以为宗室，包藏奸心，诈钱诈却，以观世事，具有当州，孤复定之，遂平天下。身为宰相，人臣之贵已极，义望已过矣。今孤言此，若未自大，欲人言尽，故无惠耳。设使国家无有孤，不知当几人称帝，几人称王。或者人见孤强盛，又信不信天命之事，恐私心相平，言有不逊之志，妄相忖度，没用耿耿。其还，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，以其兵势广大，犹能奉事周氏也。
论语云：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。周之德可谓至德矣，夫能以大事小也。其乐意走赵，赵王欲与之图宴，乐意服而垂泣，对曰：臣是昭王，犹是天王，臣若获利，放在他国，没事然后矣，不忍谋赵之图利，况宴后嗣乎？胡亥之杀蒙恬也。恬曰：自无先人及至子孙，皆信于秦30矣。今臣将兵30余万，其事足以背叛。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，不敢入先人之教以望先王也。孤每读此2人书，未尝不怆然流涕也。孤祖父以至孤身，皆当亲重之任，可谓见信者矣，以及披击。子直、子桓兄弟过于30矣。孤非徒对诸君说辞也，常以与妻妾，皆令深知此意。孤谓之言，故我万年之后，汝曹皆当出嫁，欲令传到我心，使他人皆知之。孤此言皆